新代力量甲国民党因为不满 NCC 处理三立电视入股中家公司的行为，所以讲无要审查 NCC 的预算，也毋过落尾是以6-3互人否决。也那国民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，伊有兼中共公司的董事长，佮有华视董事长徐瑞希，伊是列入不分区的名单，这敢有牵涉到董建军的条款呢？即马 NCC 是来回应讲，已经要求媒体出面说明。如果你连一个独立的机关的一个职责所在，你都没办法捍卫的时候，你凭什么去花人民的血汗钱？立委批评 NCC 无做好监理的角色，立法院高等委员会审查 NCC 预算，在野党立委批评三立入股中家的案件。调查书面报告，我们只看到限期改正。NCC 这样摆烂的态度，抹灭了独立机关应该有的专利、专业。新闻媒体不得直接、间接的投资任何的系统台。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处罚的标准是什么 ？NCC 居然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媒体垄断的事件。我们目前来讲的话，最重要是先解决如果有新闻频道入主这个部分要先改善。那至于说相关的这个有没有要严处的部分来讲，我们后续会去处理。在野党立委不满调查报告提未出法则，而且有1年会用处理，代夫接受，因此提案固审翻新预算，上面表决是以6-3否决继续审查。也那身兼中共董事长的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，甲列做民众党无分区立委的公司华视董事徐瑞希，是不是违反董建军的条款，也引起讨论。沈博阳已经辞职了，其他2个要不要辞职？不辞职要求依法要求，这个没有什么挪补空间的。包括中广、华视、公视回答说明在选举期间，这个媒体如何公平公正去对待所有的参选人。赵少康进前讲，依照选罢法，若是当选就会请辞。徐瑞希是回应讲，目前是被提名人之一，并不是已经当选，无违反相关条款。若是因此引发争议，愿意伫咧公司的董事会讨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